有人说，忘记一个人有2个方法，一是时间，二是新欢。可我想说的是，时间在走，人心在变。无论时间怎么流逝，你也忘不了你这辈子经历过的情感。新欢永远代替不了旧爱，因为你曾经因为他把心给伤透了，再找回来也不是从前的那颗心了。不得不承认，时间改变了很多，可是再多的时间也改变不了一个人的感情。能被改变的，说明爱的太过卑微了。多少情侣在分手的时候说过不再联系了，又在心里偷偷地想着。有些人明明的爱着，却不能承认，明明忘不了，只能默默的傻等。是在等待一个结果，还是等待结束呢？很多时候你只能骗了自己，或许这一骗就是一辈子。有些东西走了就再也回不来了，有些人一旦失去了就再也找不到了，有些人只能放在心里，而有些人却只能在身边。即使不爱了，也不能说散就散了。